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欢迎回到我们永光爱的家。在这里呢，充满了神的温暖，也充满了神的光，也充满了弟兄姐妹的爱。阿们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回到神的圣殿。哇，我们也有从国外回来的我们的家人哦。哇，还有就是在直播上，不管你在国内在国外，跟我们一起敬拜的神的灵都与你们同在。感谢主。好，那这个时候呢，牧师呢邀请我们弟兄姐妹一同从座位上起立。哈利路亚。好，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1个多小时的敬拜，全然全人的被神来恩膏，充满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牧师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一无所有，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圣灵的时候，我们必要被他充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师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手机呢，能够关起来。我在飞航的当中，让我们在这个时刻，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阿们吗？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欢迎圣灵，我们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30秒的时间，你跟圣灵相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也可以用方言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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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我们是从圣灵而生的，我们属乎圣灵。阿们，阿们。我们不是从血肉而生，我们不属这世界。阿们，阿们。福音生了我们，因此我们在福音的救恩里边得了那极大的恩宠。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每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宠里边。神拥抱我们，神扶持我们，甚至呢，神抱着你走过了一切的难处跟低谷。也许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有许许多多你所期待的。然而神他说，孩子，透过你的敬拜，把这一切都交在我的手中，我愿意为你承担。阿们吗？阿们。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就是一个力量的支取，就是借力使力，交换力量。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我们这个时候要用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用耶稣基督的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要开口来赞美神，我们也要用舞蹈来赞美神。跟旁边的人跟你说，开口跟舞蹈大大来赞美神。大大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就在这个时刻，神的灵就与我们同在。阿们。就在这个时刻，神的平安喜乐必充满我们的心中。阿们，阿们。就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大声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神已拣选我们，神已预备我们，带着神的爱寻
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你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的你，我们说他是你，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就是这个时刻。哈利路亚！归一切荣耀赞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值得我们的赞美，他每时每刻他的恩典看顾着我们，他必保守我们的一切，他必祝福我们到永远，哈利路亚！大声敬拜，全心呼喊，全能的神愿你降临，慈爱双手，大能帮备，直到如今人心神迹，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操所应许的成就，你眼目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敬拜声音充满全地，高举双手荣耀归你，专心谨守你的话语，世世代代都不偏离，你眼目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操所
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他的眼目时刻看顾着我阿们，门，在他手里有丰盛的慈爱，神的信实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所以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全然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一生的盼望，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帮助。哈利路亚。让我们用更深的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开始，我们请乐团先带领我们来赞美。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来敬拜，将我们的生命全然献给我们的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
跟随主，因为主应许我们，主应许我们，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要如鹰展翅上腾。是的，我们在地上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阿们，阿们。在今年当中，你的力量是不是如此？阿们。是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要如何。神应许我们说，在神的应许当中，不论应许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阿们。要借此彰显出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荣耀。这个所讲的就是神他所要祝福你的，必然要成就。阿们，阿们。我们今年是2024的最后一个主日，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出现在这里的都是 VIP。阿们，阿们。这个 VIP 就是你今天你所祷告的，神都要特别格外的加注福分在你的身上。你心里面有任何的所求，只要你信，你相信耶稣是那成就应许的，他就必成就在你的身上。阿们吗？阿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拿出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要夺回属神的天空。阿们，阿们。我们不要再被这世界的黑暗以及困难、忧郁来捆绑我们。我们不要再被忧郁情绪勒索我们，因为我们早已经得胜了。阿们，阿们。感谢主，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带出一个信心的祷告，我们要来为明年来祷告。教会有没有意向？有。我们的教会按着神的心意，神给牧师意向，牧师带着我们弟兄姐妹，如同搭一艘军舰一样，我们要继续的往前，直到见主面。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在军舰上。你要不要赶上军舰？还是你一直在岸边等？不行，你要赶快上来，因为时间越来越快，现在时间是加速的。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为永光教会明年要进入到神的命定当中，你也要进入到神的命定当中，不要再含糊过日子，好吗？把你自己定睛在基督的身上，往前走，为我们的教会明年的意向，为你自己走进神的命定当中，因为你是被祝福的。阿们。牧师亲眼看到，我们每一个站在这里的，我们的心只要有渴慕，神就要祝福你。阿们。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来为教会明年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来祷告，求神给牧师、给我们的长子同工、给我们的铁三角充满信心跟能力。阿们吗？阿们。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会的找不会的，我们来 RPG 的祷告开始。我们的小组长，我们来分配一下来。好，我们会的来带不会的。有会长哦，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拉拉巴嘎，哈利路亚，过来啦，谢拉拉巴嘎，哈利路亚，谢拉拉，谢拉拉巴嘎，哈利路亚，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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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谢拉拉巴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拉拉，谢拉拉，哈利路亚，谢拉拉，谢拉拉，过来啦，谢拉拉巴嘎，哈利路亚，谢拉拉，谢拉拉。上腾翱翔。
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是热你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神要在你的里面彰显神的荣耀。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哈利路亚！赐给我带着信心宣告你的梦想是属于神的。爱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在新的一年奔跑不困倦，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再次的宣告，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腾翱翔。我的生命，哈利路亚！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主啊，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你跟随你。今天由我们领袖班经过了1年半，他们要毕业，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我们要来喊哈利路亚。我们请领袖班，他们现在要成为领袖了，所以他们要带头，他们要先喊3次的哈利路亚，然后换我们来跟着他们。阿们吗？阿门。领袖班预备好了吗？班长在哪里？哎，好，来哦！1、2、3，3次的哈利路亚，来！换我们来，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手，哈利路亚！阿门。阿门。我们今天呢还有新的长老跟执事也要就任，对不对？换你们来喊好不好？我们愿意跟随你们。新的长老执事在哪里？举手一下。哦，4个哦。4个人的声音呢，要抵过这400个人哦。好，来，我们的长执哦。哎，好像还有铁三角，对不对？好，加进来啊，免得你们势单力薄。好，来加进来，塞来，永伟长老你来带他们，然后我们就跟着你们来。我们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撒旦，他说我要走了。感谢主，当你受洗的时候，撒旦连你的名字都不敢叫，因为他就害怕，因为你带着神的荣光。阿门。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撒旦最怕你了。撒旦最怕你了。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大家请坐。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加拉太第3章，第26节到第29节。我们起身来读，请。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
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圣经攻读到这里，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着我们要邀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论基督徒的自由6，信使人顺服。牧师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真是最甜美的时刻。好，我的有吗？等一下，我重新开一下。好。好，等一下哈，再等一下，可以吗？是我这个的问题，重新再打开一下。好，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今天真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因为我们要跨过一个新的年的开始也是承接点的开始，让我们今天透过就认识能够。让我们的长子他们在神的里面，知道是神呼召委身在基督里面来带领我们往新的年度，往神的给我们新的方向而行。我相信这是带着恩膏、带着能力、带着祝福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能够齐躺在这里。我相信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要归给我们的主。OK。好，这个因为有点宕机哈 ，OK， 好，那没关系，牧师就因为今天的我们的很多的流程要跑，所以牧师也很快的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哈，牧师特别有从好几个礼拜来，就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德国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对不对？其实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到德国的，大概是最后一站了。我们来到慕尼黑的地方。在慕尼黑，我们能够在那里，虽然没有看着蛮路的路程没有到这里来，但是我们也看到神祝福德国，让德国在战后虽然他们是一个战败国，但是因为有一份的信仰，这是我自己的领受，面对了一个许多的挑战，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坚强哈，所以这是我那里有很棒的一个学习的哈。OK， 好，那既然我来了，我们就还是来宣告吧，把右手拿起来，我们举手来，我们一起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好，那我们再来跑一次哦，跟着牧师到德国走一趟哈，这是我们所经过的一个路程哈对哦，最顶尖的地方潘牧师一直提醒我汉堡哈，对，早上不是吃汉堡，但是今天会谈到汉堡的很特别的哈。然后你看我们到哪里呢？最后是到慕尼黑的地方。上一次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就在慕尼黑的旁边，我们有说到达好集中营，对不对？那个是一个在人类历史里面非常惨痛的一个经验哈。那我们最后一站来到慕尼黑这边，然后你看整个我们在德国最高的顶就是这里，就是汉堡，对不对哈？那今天为什么潘牧师一直提醒汉堡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有去到那里哈到那里
汉堡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海路非常通畅的，所以海运成为他们非常重要的交通。你看牧师的背后这两旁都是仓库哦，当时候船只就在这里上货运下货运这样的哈。那旁边是圣尼古拉斯的教堂那一天我们没有去，但是我们的钟汉有去了哈，他带他的朋友去，我们没有遇见他哈。但是后来我们到这个饭店就遇见钟汉跟 Anita 哈他们今天2个人回到这里来，我们请他们起立好不好？所以牧师到德国13天，唯一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见他们2位哈，而且很特别，上帝让我们排了德国这么大的绕一大圈，最顶点的就到汉堡，就可以跟他们见面哈。所以我们虽然相遇的时间15分钟左右，但是心里很感动的，因为既是从永光出去的，我们就有责任也有担负的这个使命他们不管到哪里都带着永光的祝福去，不管到哪里他们的信仰都可以在那里扎根并且可以有丰盛的果实是吧？所以牧师特别为他们祝福祷告也知道他们今天回来，所以特别秀了这个图让大家认识感谢主OK 好，那话说我们来到了这个慕尼黑的时候，有到奥林匹克的这个运动公园里面去看，然后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性的东西，因为奥林匹克在1972年的时候，1972年为什么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我们有光教会也是在1972年开设的所以在1972，意思就是52年前在这里举办了奥林匹克的运动大会，世界各国的选手跟教练都来但是我们去到那里发现一件非常惨痛的事情，这是整个奥运到现在最惨痛的事件，就是有巴勒斯坦激进的分子有8位闯进去，特意的去到以色列这些选手村里面，他们门一打开，看到一位教练跟选手，马上用枪就杀死他们了，然后挟持的9名的这个以色列人，然后他们就向以色列政府说要释放巴勒斯坦他们的这些分子有200多名要释放。那你看有办法？以色列政府，你觉得以我们所认识的以色列政府国家，他们会这样同意吗？不会对。但是当时候德国就比较没注意到这个的危险性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奥运应该是比较可以松散一点，没那么政治化的，所以在所有的维安上就比较那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安排了5名的那个狙击手，但是是一般警察的，所以技术就没那么高，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狙击手一打没有打中敌人，那相对的这9名的以色列的选手就被处决掉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惨痛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到50年后才完全的消弭就是说这50年来以色列这些的受难者的家属跟国家一直要求德国应该负起责任然后所以呢最后他们是在2022年9月几号他们才完全的把这件事情摆平了所以赔偿了受难家属2800万的欧元是很高的，本来只谈到1000万那最后是用这个价钱来抚恤这些的受难的家属。然后我们去到那里的旁边就是德国 BMW 的博物馆那我进去就看到这一辆 BMW 真的是很特别，对不对？可以隐藏吗？我不晓得但是很特别。但是潘牧师喜欢这一台，
他喜欢的是这一台。啊那他既然喜欢嘛，对不对？我成为他的丈夫的，要不要试驾一下？要啊，就要试驾一下嘛，对不对？要不要把它买回来？我问那个 sales 说可以买呢，那我就真的把它买一台回来。真的不相信吗？给你们看证据哈。我开进来太大了，所以我就开进来太大，拿起来太小，所以干脆用相片给你们看。这就是我买回来，现在放在我的书桌上的这一台哈，德国的有没有？有德国的国旗感谢主哈。但是我学了我的孩子亚伦小时候最喜欢的是那个火车哈。那会自动跑的那个火车啊，我们带他去那个百货公司，他总是蹲在那里看，然后有一点流口水的感觉，我就看到好可怜的这个孩子，我就问他亚伦要不要买回去，他说不用，看看就好，哇，所以我就学习他。纯欣赏就没有负担，对不对？那个车子很漂亮，很棒但是我纯欣赏就没有什么负担。阿们，感谢主那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所以牧师很快的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分享。要详细的看讲章会有，你跟隔壁说讲章比较清楚。OK， 好，那这个时刻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我们知道，要服侍神，一定是清楚是神的呼召。如果懂得这是从神呼召而来的，就知道，教会就会按规矩来给我们每一个人服侍的岗位、服侍的职分来荣耀他的名，而且我们都是同样被神所喜悦来建造神的事工的。这是成为在教会，不管你做人怎么的服事，都应该了解的所以圣经有提到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保罗非常清楚，当时候所谓的监督，其实也可以称为是长老。但是整个教会历史延伸到现在所谈的监督呢，其实是涵盖所有的服事的总和。所有服事人的总和都可以把这个涵盖这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教会之所以在今天要举行就任式，是看重这件事情，明白这是神托付的，而教会按规矩来执行神托付的，也必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有能力并且是合一的教会。阿们。所以感谢主你跟隔壁说，我们是重信仰和规矩的教会。是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牧师就跟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今天的经文非常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阿们。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字，叫做披戴基督。什么叫披戴基督呢？什么叫披戴基督？OK， 好，我请亚伦出来好了。亚伦，你把你的外套脱掉。OK， 好。你看亚伦现在穿的是蓝色的 T 恤，对不对？他，好像比我帅呢。OK， 那你看什么叫披戴基督呢？这是亚伦，对不对？他的这样，身体如果有一点脏脏的，就帮你擦一擦，有没有？然后呢，注意这个叫做披戴基督。所以他就是周牧师了。这个叫做披戴基督，了解吗？所以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若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受洗归入基督了，就是把基督穿上去了。那旧的我在哪里？在基督里面，对不对？那撒旦对我们攻击，旧的我攻击得到吗？不会，因为基督把我们包覆在里面。你一切过去的伤害、过去的伤痛、一切不好的经验，都被基督所包着，因为你穿戴了耶稣基督。阿们。这是荣耀的时刻。阿们。你要穿这样，还是要还给我？OK， 好，谢谢。哇，这样很快就可以讲完今天的经文了，对不对？啊，这真的是一件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同样是披戴基督的人，就会看见你过去以为荣耀的、过去以为自豪的那些，都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是因着基督给你的保护，让你能够拥有这一切。因为神供应给你才有这些，你就会轻看你这些过去骄傲的东西。你会以耶稣基督，因为你披戴了他为荣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他说，我们就因此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为一了。阿们。所以为什么教会是可以合一？是因为我们高举基督，披戴基督，穿上基督，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看见基督的形象，看见基督的样式了，那我们就可以合一在基督里面。好，所以感谢主，合一就必然带出喜乐跟复兴来。阿们。我们一起来说，来，合一带出喜乐与复兴。阿们。所以这段经文里面马丁路德他也论到说使人幸福的是在哪里？他说，其实我们心里坚定不移的信靠神的应许，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好，所以如果你确定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话，那你在敬拜他的时候，你会不在乎吗？你会轻看敬拜的时刻吗？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是公义的神，你一定会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好好的来敬拜他，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所以因此我们就感谢主，我们明白在教会里面，虽然好像我们教会有牧师、长老、执事、铁三角这一些，但是我们不是用职分来服侍，我们是用生命来服侍，那才是最重要的。教会还是有规矩的，是必然，因为任何的团体需要规矩，但是我们以真理活出真理，运用真理的原则来带领，让我们顺服在基督的真理之下，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在教会、在家庭也是一样，不是用地位来指使或者来顺服，不是的，完全是用生命。所以我们才会说用生命影响生命，对不对？为什么会说用生命影响生命呢？因为基督就是用生命影响我们，对不对？他为我们摆上了性命，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担当了我们的罪，舍了他的性命哦。所以因此我们也回应神的爱，用我们的生命来服侍他，敬拜他。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彼此的交流。所以你在教会当中，我们不会是酒肉朋友，在教会里面不该有酒肉朋友，不该有那些点头之交的，不，我们都是用生命彼此，用生命来彼此的影响，这才是最棒的。这是教会跟其他的团体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你跟隔壁说，我们用生命彼此相交，来，是的。所以因此就愿神给我们来了解，我们不但来明白我们信基督可以因此蒙福，更重要的在旧约里面就把这应许放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所以圣经有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得福，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并且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哇，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是一同得福的。好，那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说神为了要祝福万国万邦，他先选召一个人，对不对？这个人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而这个人成为典范，并且这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神在祝福他、跟他立约的时候，跟他说：万国万民都要必因你而得福哦。那意思就是说，我祝福你，你的福不能留限在自己而已哦。你应该怎么样？明白，你蒙福是有使命的。你蒙福不是我自己享受就好，不是，你应该有使命。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说：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这个是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清楚了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承袭了亚伯拉罕的产业。阿们。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承袭亚伯拉罕的产业，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牧师就很好奇这个继承这个议题哈，所以牧师去查了民法第1138条跟1144条，说继承人有分两种，一个是配偶和血亲的两种哈。那配偶呢？配偶之间呢，他们有分配好的夫妻的财产呐，如果有一个被神接回去以后这个的财产怎么样来分配呢？基本上他就说，他们有互相继承，不但是分配财产哦，比如说夫妻跟先生各一半的财产以外，这个还活在人间的另外一半，他还有可以有继承的这个权利，而这个继承的权利是当然的继承人哦，很特别哦。所谓当然继承人，就是他一定可以继承，他是第一顺位哦，可以说比第一顺位跟上面的最高的顺位了哈。然后接下来呢，才按血亲的继承的顺位哦，就是依血缘的这个亲属来安排哈。第一个就是直系卑亲属哈，这个直系卑亲属就是他的儿子、女儿，甚至他的干儿子、干女儿都有那第二个顺位才是父母，第三个顺位才是兄弟姐妹哈。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牧师就很好奇，为什么来了解这一些呢？因为在我们属灵的原则上，从这里可以让我们更明白原来我们一直怎么可以来确认我们可以拥有丰盛的产业，可以从可以领受亚伯拉罕的产业的祝福可以确信神所有一切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嘞。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信我们就成为真以色列人，对不对？而且我们也常说，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有这样跟天父有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存在。而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基督的心腹而所谈的是教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确定这三等身份的话，那就愿神让我们更明白。特别你看儿女是第一顺位，对不对？但是配偶的关系是怎么样？是当然继承人那这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基督在临的时候，他要迎新娘，这个新妇他所指的是教会，所以教会要洁净，要预备好一切。而教会所指的是谁呢？就是你我咯，对不对？所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要领受从神而来完全的祝福的话，他一定不能离开教会，对不对？即便他自身是基督徒，他直接看我们的 YouTube 来敬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跟教会连结，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
有的人当脚，有的人当手、当眼睛，有没有？当耳朵，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我问你，你有哪一只脚是离开你的身体，你还称它为你的脚的？有吗？它的功能还能够成为你的帮助吗？你有哪一只手是离开你的身体的？你说那只手还很有用，我现在还在用它，有吗？不可能啊！所以如此这样的话，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可以坐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他，因为我们就是在预备好成为新妇，迎接新郎的来到，就是耶稣基督的再临。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极棒的提醒，让我们确信我们承受属天的产业以外，不要忘了神选召亚伯拉罕，有跟他说我要祝福你，并且万国要因你得福，这是一个使命，要把神给我们的福分传扬分享出去。这就是我们永光教会极力想尽办法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福音的好处能够传出去。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教会有合一的灵在这里面，让我们所推动的传福音的工作，弟兄姐妹都卯足全力来参与，真的是太感动了，真的是感谢主。许许多多的教会，他们都觉得大家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只要有来礼拜，就算100%最好的基督徒了。我们不是这样的。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说：“你就自己享受就好。”不，他说你要把福分传出去，因为万国都必因你来得福。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来了解我是上帝果子，对不对？阿们。你跟隔壁说，我就是上帝果子子。来，是的。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让我们明白哦。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确信呢？如果你对神的话听不懂的话，或者你没有听到他的话，那你会怎么样顺从他的真理呢？没有办法，对不对？我们应该要明白，才有办法能够执行。这2个礼拜啊，我跟佳宇有没有？为了做我们的2年的这个读经的学佳宇2年读经的这个，我跟他第一次的沟通，我发现我们有一点沟通一点点的障碍。不能用赖了，我直接都打电话跟他沟通，让他了解说我的心意是什么，设计这个那个怎么样我们也这样非常清楚的，就是用直接的沟通。阿们。所以神给我们的有2个方式，对不对？第一个在哪里？记在赖里面的就是哪里？圣经。我们透过圣经来了解神的心，还有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启示跟感动。哇，这是很棒的直接的沟通，这是必要的。所以我们在2025年开始，我们要启动2年读完1遍圣经的计划。你读完圣经1遍以上的举手一下，好，就这样，没举手的他们有一点不好意思你相信你未来2年可以读一遍圣经的举手一下来。阿们。太好了，这是永光人，就是这样哇，那只要按着牧师我们所规划的牧师所规划的每一天1章的经文1章如果比较短就是2章然后每天牧师会在这1章今天读的经文里面选1节成为要句，也成为你导读抄写的经文那你就可以来把它抄写所以我们有3个工具，现在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夹在周报的，有吗？我们的有拿到吗？对，就是这个这个相片牧师照的牧师自己照的相片觉得这很有意义的。这是加拿大牧师去加拿大的时候枫叶最漂亮的时刻，而且有一条路径，有没有？对，我们
读神的话语，就可以享受在这样路径的过程哈。然后你打开，你就会看，最后会有谈到我们的读经的步骤、导读的3要跟2人 RPG 的程序在这里面哈。OK， 好啊，这个就是我们2人读经计划的一个资料。那你看，翻过来，第一个就是首年，对不对？01就是1月哦，哈。那我们1月1号从哪里开始读？马可福音哈。那马可福音总共有几章呢？16章哈，所以我们16天就可以把马可福音读完。那18号那一天就是我们的圣经营，我们就是要一起来研究马可福音哈。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有这个资料，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推动的这个3个非常重要，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家庭有直接关联的哈。好，那另外我们就可以看，这是我把它放大了哈。那在周报里面你会找到每一天所要抄写的经文，对不对？好，那我们每一个礼拜会夹一个礼拜份的手抄圣经的这个资料，这个就是你每天可以写的哈。那来处理呢？第一个，如果你比如说你礼拜3马可福音你已经第1章读完了，你就给他怎么样？你就把它打勾勾，有没有？就打勾勾哈。然后呢，在你手抄的经文里面，你也把它打勾勾，因为你已经读完了哈。然后再把牧师在周报里面的这其中的1节的经文，你就把它写进去，有没有？好你就导读咯，你就直读3遍，重读。日期满了，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要悔改，要悔改，信福音，信福音。这个是重读，对不对？然后再宣读，对不对？日期满了，我宣告日期满了，我宣告神的国近了，我宣告我悔改了，我宣告我完全的信福音，阿们。这就是宣读嘛哈，用我宣告开始然后呢1月2号你读圣经读完你就打勾，然后在这个手抄经文里面你也可以打勾，然后再把牧师给的这一章里面的要句把它打进去，这样可以吗？每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那我们过去3年我们就在推导读的手抄圣经，对不对？今年已经到年底，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年轻人在这个礼拜很赶有没有？我都知道太棒了至少把它完成这是一个祝福我们就一起来完成这样。我相信跟着教会的 tempo 走，我们2年以后你会感谢主，我已经读完1次圣经以上了，阿们。如果你有读完过54遍以上的，你可以告诉我，有这样的人的话，你可以告诉我，那你就跟我妈妈是同等级的可以坐在那个天堂的第一排的这是摇滚区我妈妈现在是坐在天堂的摇滚区她她是读白话字读圣经54遍当然要离世之前她还在读圣经，真的是给我们家一个极大的祝福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深藏在心里，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每一天都有读圣经，你就是全时间在荣耀上帝，阿们。你跟隔壁说，我们可以全时间荣耀上帝。对，因为你只要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你就可以把它活出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一起来你跟隔壁说，我要2年读1遍圣经，来。你今天你不要自己带自己的回去而已如果你家庭还有几个人，你就可以多拿几份，好不好？
如果你说我可能会怕忘记，我公司要放一份这个读经表，家里也要放一份，可以不可以？牧师送给你，好不好？为了就是鼓励我们能够随时记得我们也用小组来推，好不好？大家一起努力2年后你可以相信吗？圣经的每一节的要句你都超过，那好不好？真的很棒你可以回想说，哇我们过去1年是用主题式的，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用经卷式，哇，更棒让我们把那要句牧师会有感动成为要句的，一定都是经过祷告的，阿们。所以你看，牧师要读一次以后，要找要句以后再打出来，然后自己还要手抄一次，有没有？再自己读一次，我多你们2倍以上的时间，这是我甘心乐意的。我觉得这是最棒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成就这一件美事，感谢主OK， 好，那今天就先不唱圣诗了，好不好？我们就要来进行我们底下的这些就任式。桌子。来，上来，对，好，谢谢。首先我们要来举行的是长老的就任。那在我们教会的体制里面，首任担任长老的，他是必须要被按立的，就是按着神所吩咐的给牧师的权柄来按立他，他要跪下来，牧师按手在他的头上，来按立他成为长老。而这长老给的使命是永终身的使命，但是也按着教会透过选举，他可以有轮休、有休息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教会里面。所以长老的就任有一个是就任的，就是过去他有担任过长老，这是被选上的就是来宣誓就可以。那有按立的是首任的长老今天我们要新任的长老有陶永伟长老跟胡丽娜长老。那永伟长老他已经担任过长老，有按立过那胡丽娜原来的我们的执事，今天要就任长老，就必须要被按立这时候我们请2位要就任的长老来站在台前。此刻小会奉3位一体上帝的名聚集，要设立以及封立你们做教会的长老。在旧约时代，有长老、祭司和利未人一起同工来管理圣殿和会堂。在新约的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与传讲上帝话语的牧师一同眷顾他的教会。长老的职分是与牧师共同治理教会，访问有病的，鼓励冷淡的，教育年幼的，带领慕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并做信徒的榜样。若受委托，可代表堂会参加中会或总会，以谋求教会的发展。所以今天你们要在神的面前要领受长老的职分，必须要在神跟众人的面前来誓约，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你们要领受长老的职分，
你们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你们确信接受新约和旧约圣经是上帝的话，也是你们信仰和职分唯一的根据吗？你们是否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信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吗？你们愿意做永光堂会的长老，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基督为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耀与上帝？你们愿意如此行吗？长老教会是建造在上帝的话语，你们愿意顺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规则的裁决吗？愿意。OK， 好，弟兄姐妹请起立啊！我们弟兄姐妹也要来誓约。你们已经选陶永伟、胡丽娜来做你们的长老，你们是否诚心诚意接纳他们呢？他们依教会的法规治理教会，你们是否愿意遵从来顺服呢？你们当敬爱他们，体贴他们，为他们祈祷。他们为你们的信仰生活劳苦，要为使你们得救。你们当帮助他们，使他们更能尽长老的职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关于维持教会的秩序，彼此若有过失，应该禀告小会处理，不可到处宣让，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是否愿意这样遵行呢？愿意。阿们。OK， 好，这时候弟兄姐妹请坐。好，这时候来请你来往前跪下来。好，牧师潘牧师也来。OK， 好 ，OK， 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救恩是永不改变，大有能力。在卑微的人身上，我们发现十字架的记号，就明白你的爱充充足足在人的身上。我们更相信你的呼召是绝不落空的，在顺服人的身上会看到你所行的印记，也会看到他们充满顺服在你里面。主，我们为今天设立的长老以及丰立的长老丽娜来祷告。主，你的灵加倍的恩膏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明白他们被你分别为圣，就带出能力跟权柄来，让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他们在内在外，在家庭，在社会，在教会，在任何的团体里面，都能够看见他们用爱、用怜悯的声音来扶持软弱的，帮助失主的，也体贴那一些身体病痛的，让他们的祷告带出权柄来，也让他们的信心成为别人最棒的榜样。感谢你，你恩膏他们，圣灵，我祈求你充充足足的浇灌下来，让他们在领受这职分的时候，有同得你的喜悦跟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哈利路亚。OK， 起来。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永光堂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也向众信徒宣告，这个职分是按照教会法规
授予你们。现在圣灵设立你们为长老，当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乐意，当作羊群的模范，以便在大牧者显现的时候得到不朽坏的冠冕。阿们，阿们。好，这时候我们请牧师跟现任长老，我们来握手，来接纳。OK，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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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好，请两位向后转。OK， 这是感谢主这是聘书以及他们服侍的这些的这东西哈，感谢主。OK， 来，你来。起来，永伟长老平安。这是第一次叫的哈。丽娜长老平安。感谢主哈。OK， 等一下再跟执事一起照相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来新任执事的就职哈，就任有李之和、周志豪、陈崇文、何佑生请这4位来到台前。哇，志豪今天穿的比我帅哦。现在小会奉父子圣的名聚集，要设立你们为教会的执事。起初教会曾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我们也拣选人来协助牧师和长老，让他们能够专心侍奉上帝的圣道以及圣礼。所以这时候你们要接受这职分要在神跟众人面前来誓约，回答牧师所问的。你们要领受执事的职分，你们确信这是上帝的呼召吗？确信。大声一点。你们愿意做永光堂会的执事，忠心诚意的来服侍教会，尊奉基督为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归荣耀与上帝。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中唯独他是主，凡有关教会的事务，当依靠他来处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你们愿意顺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和规则吗？愿意。好，这时候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也需要来誓约哈。你们已经选李之和、周志豪、陈崇文、何佑生来做你们的执事，你们是否诚心诚意的接纳他们呢？是。他们替你们办理教会的事务，你们应该尊重他们、敬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呢？愿意。关于维持教会的次序，彼此若有过失，应该禀告小会处理，不可到处宣让，以致影响教会的声誉。你们是否愿意如此行呢？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透过誓约来看
你的仆人他们愿意委身在教会，委身于你。求你兼顾他们，特别在他们的心怀意念都归向你。主啊，你有宝血洁净他们，让他们明白他们是洁白的，他们可以勇敢在神在人面前来服侍你，让他们的话语是被洁净的，让他们的思想是被你更新的，也让他们的心意全然归向你。也求你祝福他们的家，成为最好的背后的支持，成为一个祷告的家，彼此夫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都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之上。感谢你，让他们手所做的工被你所建立，让他们手所做的工能够成为教会跟信徒的祝福。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堂会小会的权柄，设立你们为永光堂会的执事，并向众会友宣告，这个职分是按照教会法规授予你们。现在你们领受设立为执事，协助牧师和长老，当存清洁的良心办理教会的事务，使上帝的圣名得着荣耀。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请牧师跟现任长老，我们来握手来接纳，欢迎他们。恭喜欢迎，恭喜恭喜！帅哥好，恭喜儿子。好，请向后转。来，我们再次的鼓掌来欢迎他们哈。我们请现任长老跟刚才的长老就任的跟现任长老都出来一起来照相，请你们往后哈。OK， 好。OK， 来 ，OK， 然后新任的在这里。OK， 好，这样可以吗？在有4位啊？对，还是那个长老在这里，然后新的执事在这边，我们原长老在后面啊。你要在这里啊，你新的你要找证书。OK， 两位，你过去，对，你在这里，证书拿着，证书拿着。好，这样我们长老就直接在后面，这样好不好？好，这样就来。对，好，终于排好了哈。好 ，OK， 好，感谢主。好，好，请回坐。
佑生是首任的执事了哈。哎，我们也要称呼一下哈，来。哦，对对我们的执事，对对对，执事在哪里？执事，好，来，执事来，我们刚刚呢忘了跟他们说平安啊。我们的志豪哈，他今天的西装为了今天而做的哦，最新的，太帅了。我们来说，志豪只是平安，跟他说你好帅哦。感谢主。哎，还有一位呢，崇文。好，来我们来我们的知和执事来，哇，现在回锅了哈。我们知和执事，我们说知和执事平安，跟他说我们好爱你。好，我们的崇文执事，我们一起说崇文执事平安。我们也跟他说你超帅的。那这一位呢是最新的哈，我们的佑生。好，那我们说佑生执事平安。你跟他说以后就麻烦你了。感谢主哈，上帝祝福他们，再给他们一次的热烈掌声。请坐。好，那接下来我们是细胞小组铁三角的誓约。那还没誓约过的新的铁三角请你们出列来到前面好不好？还没誓约过的。以乐，你誓约过吗？要誓约的同工有于飞、叶于飞、先洪婉秋、季玉来，我们来到贤前面、冯以恩。OK， 好。那个对对，佑生区长，那个是誓约过的。有。没有，那个等一下，对。你们有拿你们的契约书对不对？好，我们要一起来念这个契约书哦，哈。好，来我们来我后面就加上你的名字哦，哈，我们就把它念完来。我周信荣，你们大家一起念，来，预备，来。愿意现在在上帝与兄姐面前彼此立约，成为小组的铁三角同工，有福分与主同工，并靠着上帝的恩典，遵守下列各项要求：一、出席。我愿意准时出席每次的小组聚会，遇有重要或紧急事故不能出席时，我必尽量通知小组长或其他铁三角同工。二、预备。我愿意尽力维持每周至少5天的灵修操练，并尽力预备小组话语的预查和分享，或小组长所分派的工作，让小组聚会更蒙上帝的赐福。三、参与。我愿全心及主动地投入小组会前意向祷告会、小组敬拜、小组话语、RPG、全能服事、小组上会及各项操练课程。四、尊重。我愿意不论断、不批评、不强人所难、不高姿态，乃以关怀及祷告的心来专心倾听彼此的分享。五、制约。我愿意遵守在教会、小组和信徒中不传销、不借贷、不传舍的约束，更愿圣灵鉴察我，依此而行。六、保密。我愿意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只将他们的软弱和需求借着祷告带到神的面前，除非事先或者当事人的允准，否则我绝不会向本小组以外的任何人泄露他人私密。七、顺服。我愿意接受小组长及直属上司的鼓励、辅导、教导及调度的指令，
关怀，我愿意尽心为各组员及教会同工代祷，并尽力去服侍、关心与帮助有需要的组员或新进的。9、实践，我愿意谦卑地学习圣经的教导，并努力用行动来实践真理。10、守约，我愿意以祷告和诚实态度遵守以上原则。愿主悦纳我的信仰与服事。立约人，阿们。OK， 好啊，这就是他们的契约。那让我们弟兄姐妹也知道，我们教会是有规范的教会，对不对？好，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的选召确实不落空，你按照你美好的旨意安排，在时候到的时候，让遵行你话语的服侍教会的能够有职分，继续来更大的来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为这4位在这里誓约的我们的同工向你感恩，让他们的誓约成为他们的祝福，也让他们的誓约成为他们服侍的权柄。你祝福他们，不管他们的学业、工作、身体、家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样样都畅通，样样都能够成为最美的见证。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OK， 好，那现在最后我们要来请回啊，最后我们要来请要新任的区长跟小组长请他们来到台前。请何佑生区长、吴依林小组长，还有陈以乐小组长以及冯以恩副小组长到台前。主内的弟兄姐妹，现在小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聚集，要授予他们区长跟小组长、副小组长的职分。细胞小组是为了落实教会牧养跟生养的功能，用细胞的小组的模式来缩小范围，强化机动性。区长、小组长的职分是协助牧师跟长老牧养跟关怀该牧区跟小组的成员，副小成为一个协助者，让他们的成员能够操练灵命与恩赐，建立爱与真理的团契并且带领该牧区的小组的一个连结并且接触牧道友，分享信仰，领人归主，不断拓展上帝的国度。所以这时候你们要就任区长、小组长、副小组长，你们要在神的面前来誓约，回答牧师所问你们的。如今你们要领受区长、组长、副小组长的责任跟圣工，你们确信这是出于上帝的呼召吗？你们要委身于你们的小组长、区长的职分，当依靠教会的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单单的尊他为主，来尽你们当尽的职分。你们是否愿意如此来遵行？区长、小组长、副小组长牧养与生养的权柄，是从牧师跟小会分派给你们的。你们当顺服牧者的带领跟教导，建立荣耀与合一的教会。你们是否愿意如此来遵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为站立在你面前的我们4位的细胞小组同工献上感恩。他们用生命来服侍你，因为他们从你领受了新生命，让他们的生命因着服侍更光鲜亮丽，更带出影响力跟祝福。也求你祝福他们，在他们服侍的过程，保守他们的家，保守他们工作、事业、身体的健康，样样都成为最美的榜样跟祝福。谢谢你，
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靠你话语来得胜一切。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永光堂会小会的权柄，任命你们做永光教会细胞小组的区长、小组长跟副小组长，要谨慎你们的行为举止，常常关心这些事，尽力为主做工，复兴神的国，来归荣耀上帝。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小会员来握手，来接纳，也欢迎他们。区长，小组长，感谢主。对，小组长，副小。好，请向后转。今天何用生领了很多证书，恭喜他，他也考上了双和医院的医师呀。所以以后要麻烦他。好 ，OK， 那这是我们的同工哈。那我们在我们的细胞小组的同工呢，我们都要经过我们的培育学校的毕业。那如果还没有毕业的，他们要等待完成，在没有毕业之前呢，都是一个代理。所以呢，我们的同工呢，他们也都会陆续来完成我们的领袖班的培育学校。好，那我们呢，掌声来恭喜他们。好，请回。好，现在我们要来进行我们领袖培育学校这一期的毕业典礼哈。好，来，请唱名进来好不好？没关系，就直接进来。请我们黄嘉怡、卓玉珍、廖秀珠、王琼瑶、张雨桐、黄心宁，我们给他们热烈掌声。张以竹、黄慈颖、陈若杰、黄永兴、蔡敏智、卢佑伟。好，我们一半的人站在后面，来站上去，靠中间。好，我们非常的恭喜他们，经过1年半的时间，在教会里边有系统性的在神的话语、在牧养上面来接受培育。那他们今天呢，这是他们的毕业的典礼。那毕业之后不是就结束了，他们仍然持续的进入到牧养，然后呢继续的在成长。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来恭贺他们，我来拨穗，你来赠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拨穗。好，黄嘉怡，好，我们请嘉怡先面向我。卓玉珍，我们恭喜！好，廖秀珠，秀珠，恭喜！王琼瑶，琼瑶，恭喜你！
荣。好，恭喜你！好，黄心宁。好，来，恭喜你！庄雨竹。恭喜你！黄慈映。恭喜你！好，陈若杰。好，若杰，恭喜你！好，黄永新。有心，恭喜你！蔡敏智。好，是恭喜你！卢佑伟。哇，你好矮哦。各位，恭喜你！ OK， 好，好，我们一起照个相。好，那我们呢要来一起拍照。OK， 好，来，我们来看先拍。我们还有班导师，好，我们先拍一下，我们等一下班导师。好，先拍一张。好，等一下，他们家一路走来呢，我们知道都有班导师在陪伴他们，我们也要请着班导师来到前面，跟我们的毕业生一起来拍照。我们也掌声谢谢班导师，每一周这样陪1年半哦。来，我们班导师来，我们可以站两边来，可以站两边，也可以过去。好，没关系，没关系。哇，这些都是我们很棒的班导师的同工哈，这里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哎，那里比较空哦，那里比较空呢，有没有 ？OK， 可以吗？可以。耶！好，哇，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恭喜我们的毕业生，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上帝也祝福你们。结束的时候，组员一定要跟他们拍照，一定要跟他们拍照，大大的祝福他们。当他们毕业之后，就要进入到合场，然后开始呢来服侍，然后成为小组长哈。所以呢，我们也谢谢这些的班导师，每一周都陪伴他们，真是用了非常多的时间，真是爱他们，也带出一个很棒的榜样。班导师呢也要教课哈，也要陪伴他们，所以我们的教会真是充满了一个爱，并且呢是在主里面丰盛的教会。阿们，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谦卑领受生命我权，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
座。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主持。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关心教会的消息。我们新年度呢，我们的导读有升级，所以呢，我们的导读呢，在周报里面，我们都有拿到这一份。那牧师刚刚也说了，我们呢，1月1号是礼拜几？礼拜3，所以我们礼拜3就开始了，就启动新的升级的导读。所以礼拜3呢，就是读马可福音的第1章，然后呢，里面有导读的经文。那如果呢，你已经读经了，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经文抄写里边呢，来打勾勾，然后把你的导读经文呢也写下来。所以呢，你今天呢可以拿这一份回去，也拿这一份，然后每一天都写，这样你才不会累积太多，到后面你就有一点走不下去，然后你就放弃了，这很可惜哈。我们在这个礼拜呢，我们这1年的导读的经文，我们已经都抄写进入到尾声哈。那我们呢，要把这个这个是在今年呢，我们导读的经文抄写差不多53页，如果你缴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哈。这是牧师，这是我写的哈。那我们呢，可以写完的赶快把它缴出来哈。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那我们缴出来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装订成本，上面还会有你的名字。这就是你与神的话语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交流。这是周牧师的。好，你也可以用 iPad 来写哈，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到31号呢要缴完，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小组都正在赶哈，没关系，我们觉得很鼓励我们来把它完成。所以明年又有一个新的开始，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我们一起读经，抄写经文。你跟他说，现在要从马可福音开始。然后在1月18号，我们的圣经营非常的棒，我们请到一个最厉害的教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马可福音，他是从美国回来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那报名呢，一个人要我们有餐费哈，还有点心，所以呢还有有马可福音这位教授他自己写的书，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购买。好，所以我们要赶快，小组长来负责帮我们的组员来负责报名缴费的部分哈。好，接下来好，我们的春联。那今天等一下不是毕业，礼拜结束呢，回去之后呢，每一个人呢，你可以拿到1组2张，好，然后呢，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贴在你家的门口，不要贴在浴室。然后呢，贴在你家的门口，大家看到永光教会就知道这就是带来祝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带回去，然后把它贴起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家充满了这样的恩典跟喜乐。好，接着住在德国的也要带回去哦。好，今天我们的怡琳还有钟汉，对，他们从德国回来哈，刚好今天可以带回去哈，感谢主。那很快就到了2025年，所以我们要把握2024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就是在礼拜2晚上10点半，在我们的4楼，那我们祷告完，然后我们倒数，然后呢之后我们就会有点心，所以我们礼拜2晚上我们要为明年的意向，为世界，为台湾，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小组来祷告。所以你要不要来参加？还是要在家里看烟火？来教会哈，来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是最有价值的。好，再来
台北中会的同工说明会呢，等一下我们的长职同工留下来，我们要来说明。另外呢，我们核心同工的灵修会呢，要在埔里，我们今天报名截止，那我们现在已经报名有到了90个人，所以呢，你今天一定要报名。如果超过今天，我们就不再受理，因为位置还有车位已经都要做一个截止哈。好，那你要跟小组长，好，你要跟小组长呢，在近日呢能够完成你的缴费。好。再来，我们的铁三角还有长子今天完成就任，上帝祝福他们。如果在这些的同工呢，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培育学校的，那我们希望你明年就进入到培育学校，因为要成为同工，你必须要有培育学校的这样的装备，你才有这样的概念可以来带领我们的组员。所以呢，我们这些的同工呢，都一一的进入到我们的培育学校，然后到这个领袖班毕业，这样一个阶段的一个完成。好，接下来，好，那我们的抄写经文呢，我们会装订成本，所以呢，在1月5号，哎呦，恩典哦哈，到1月5号截止收稿哈，到1月5号，好，再来。好，那我们的毕业受证呢结束了。好，那我们的毕业生呢，他们呢在课程里边，他们都每一天都有他们的灵修日记，都有他们的意向在那里。所以呢，等一下结束的时候，我们到后面呢来给他们参观，然后呢看一下，也可以留下你的名字，可以吗？在你们的属灵日记最后一页可以留下，有看的人签名一下哈，哇，跟他鼓励一下哈。我们在后面我们的教育厅好。另外，好，长执会还有关怀散步下个礼拜的会议，大家来留意这个时间。我们的长执会小组长要列席，所以呢，小组长呢，我们都要特别留意。我们有研习会或者是有长执会，我们的小组长你一定要列席，你才知道教会整个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部分一定要请我们的小组长要确实来执行你的职分。OK。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财务部呢要关账，所以呢，把握今天最后的1小时的奉献哈如果你有一个感动，你想要把今年的感恩对神有一个表达，那我们可以来奉献。另外呢，各部主还有我们的小区呢单位我们把我们所剩下的零用金都缴回财务部，我们的各小组我们都是归零。新的年度，新的玛纳，新的开始哈。好，那再来我们的和会呢，要制作我们的施工报告以及我们的财务决算表。所以呢，我们干部呢，我们的同工呢，一定要如期来缴交这个施工报告哈。特别是我们的区长我们的首长们。好，接着。好，如果有固定奉献的，或你有参与奉献的，在我们的教会厅，我们都有奉献柜。那新的一年，我们都会有调整，因为我有新的弟兄姐妹进来，会有新的人参与奉献，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调整。那如果还没有你的奉献柜的话，那请你向我们的会华干事来申请。所以明年我们的奉献柜的那个位置都会稍微微调一下，因为会增加新的人进来。那我们也把握神给我们的产业，不管是金钱在体力上面，我们都能够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富足。好，另外我们的教会要大扫除，教会呢在1月12跟19呢在这2个礼拜天我们的小组呢牧区来规划要来大扫除。那我们的铁柜里面呢都放了我们很多自己小组的东西，鞋柜呢放了我们自己的鞋子。那现在我们通通要清除，如果你有放在教会的鞋柜上面，请你把它拿回去，因为呢我们在1月20号之后，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清空。好，然后呢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空间，若不然我们的空间已经都堆满了哈，所以没有空间可以再放置，所以我们个人的东西一定要带回。好，那松年牧区好，再来，他们明天暂停。好，另外我们的新年度呢，亲子礼拜的家长园地呢，我们有开始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就是亲子要双赢，透过家长园地的每一个月的月主题的分享，让我们的家长呢在教育上面能够得智慧，
并且呢，家长跟孩子在信仰、在生活关系上面都双赢。这是我们明年对家长呢，还有儿童的养育、青少年养育的这些的家长们有极大的帮助。所以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的朋友来参加我们的亲子礼拜，然后进入到家长园地。好，那下个礼拜呢，新年度的第一个主日呢，我们的亲子礼拜举行福音桥的亲师操练会。那这个福音桥呢，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的家长呢，看重我们的儿女的信仰。让他们能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立一个信仰的根基。所以呢，在第一个礼拜，我们就要操练我们的家长，透过这个福音桥来对自己的小孩传述福音，这就是你自己的传家之宝。所以呢，我们要让家长，然后来跟自己的孩子讲述，这基督的福音就是我们家的福音。所以下个礼拜，我们的家长还有我们老师。你的小孩有在亲子礼拜的，你都一定要参加。你不要把小孩寄养给别人，然后自己不讲，叫别人来讲，这是我们家长自己的责任。所以我们的家长下个礼拜要来出席。谢谢。好，还有吗？好，那我们的青少年牧区有同工会以及考生祷告会，我们来留意这个时间。好，那我们继续为我们的诗音的妈妈慧珠姐，还有敏慧的爸爸吕金耀弟兄102岁是，所以感谢主都在神的保守里边。好，再来。好，我们当中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里面？好，我们的立安也从高雄回来，对不对？感谢主，立安对。好，嘉靖也在，还有哪一个人？看一下你旁边的，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安妮塔，还有我们的钟汉，是你们两个站起来一下，因为呢之前牧师一直介绍你们，大家都不知道那他们呢明后天就要回去德国了是在汉堡嘛OK， 好，大家有去的话可以去找他们。牧师今天才知道说，我们的怡琳跟嘉青站起来一下，还有天凯。他们3个是大学同学，哇！所以这真的是印证了一件事情：父母亲呢，从血亲下来的弟兄姐妹呢，因为成家就会各自分开，但是因着基督的这个血脉呢，大家又会再聚集，就在永光教会聚集。感谢主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那表示基督在我们里边。好，那上帝的爱继续的祝福，特别在我们新的一年，这个时候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彼此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大大的爱给对方，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仍然站立，请牧师为我们祝福的祷告。愿上帝他用慈爱的笑脸看着我们，也让他的恩手引导我们每一天，更圣灵光照，叫我们活出他的喜乐与丰盛，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妹大家平安，明年见。大家请坐，上帝祝福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的毕业生啊，可以跟牧区、跟小组来照相来纪念。